係試跑得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志俊完美佔先少少，東來欣賞開始逼近㗎啦，埋邊位置獵寶勤追啦，中間仲有極速滿貫都上緊啊！大外檔係綠色好勁，再喺入邊用個川河首區啊，中間位置龍紋邊影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龍紋邊影中間鬥緊埋邊嗰隻極速滿貫啊，內欄追上嚟㗎嘛，仲有隻川河首區接近終點，龍紋邊影響外邊，似乎壓住咗入邊川河首區兩匹馬就比較接近啲嘅。至於第3名嘅馬係極速滿貫，第4名綠色好勁啊！咁啊外邊呢隻龍紋邊影第一次過嚟谷草都能夠即刻贏啦，外邊啱啱冚過咗入邊嗰隻川河首區啊！咁啊第3名嘅馬係極速滿貫，第4名綠色好勁。終於都出頭啦！呢匹龍紋邊影啊，超比嘅全兄弟啊，嗰度嚟跑馬地即刻贏喎！川河首區係等呢場㗎啦，不過就影相輸㗎啦，睇嚟第2啊，極速滿貫第3，跑第4名潘頓嘅綠色好勁。哇！臨尾啲信心飛得好勁啊，龍紋邊影啊，37蚊開跑。坐車過嚟跑馬地，一匹未閹嘅3歲馬。